来看今年的南回艺术季哦，是以更加环境保护做主题。台东县政府嘛邀请国内外艺术家、各团体，伫南回公路沿线创作5件艺术品哦。拢已经完工了，望各位当下观光客来台东佚佗，那么做伙来欣赏。为南回公路进入台东，伫大埔乡海滨公园看到的第一件南回艺术作品《新天使》，以观沙头海鸥作为意象，艺术家各家己的卡架片装一对石鼓，要唤起咱人对海洋废弃物破坏环境的重视。为香港来的旅行团看到这种甲环境互动的艺术创作，拢感觉真稀奇。感觉很好啊！以抹香鲸长着翅膀的这么一个形象出现在台东的海岸，把这个意义给它转化一下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守护地球环境的新天使。今年的台东县南回艺术季有5件作品，官府表示，这摆以光为创作主题，作品设置的地点为大金乡海埔一直到太马里乡海埔，拢是日头升起来所在，用伫当地的生活甲文化。这样子灵感从哪里来吗？救生圈代表着一种对世界的一种爱，对人对一个环境的一个保护，对人的一个保护。我的作品上面，我就把人变化成一个像鱼头一样，就是想说，还是要找到那个光的来源。我们只知道那个山是太阳升出来的地方，从来不知道太阳还有是从海那一边来。官府表示，这5件作品，毋但是日时有海天一色的美景做伴，暗时也阁有满天星照出作品的线条，欢迎民众来欣赏。不过也要提醒民众，爱设计甲作品互动，更较毋通伫作品的4块为制作本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